目，来可以点来验证哦。我们所有的嘉宾们，大家也一起来期待哦。那么舞台上面呢，继续有我们阿米乐团呈现老师们的精彩演奏哦。那么舞台上有一位成员哦，在过来。你看成员哦，阿德成功吗？幸不幸福？左拥右抱，前面又是正妹舞者，全都霹雳相折连，哇，精彩！最美丽的风景都呈现在你眼前。我们这边最幸福的唱师傅。好，那么我们继续来欣赏十指神魔。十指神魔，你喜欢近距离欣赏的宝贝吗？处处都艺术。十指。这个太结棍了，你看，脚踏风火，天河江，要有拿牌金牌的，哦，还有兔烟龙，还有李，哦，正前方观世音菩萨像，龙有龟，龙还会吐烟，龟龙是玄武的，这个水浒传108号还在上下。哦，还有熊，还有鹿啊，这有特色。面呢，都可以辅助。还有提神大道路上升，大道连线。艺术品很多。还有资料关键。